的笑声感染力十足，秋秋菊的亲切笑容，你可能很熟悉。看不下去了，那个玛利亚就说：“我看不下去了。”她就跑到电视里面了哈。哦，玛利亚就搞哟。又哭又笑，收放自如。61岁才出道，邱阿嬷作品量相当惊人，7年拍200多支广告，笔记本里密密麻麻都是她的战果。你常常可以一次 OK 吗？很少了。习惯性的大笑，旁人忍不住被她带着开心，像孩子般天真的笑容，原来是阿嬷对自己的弥补。我以前小时候没有什么笑容嘞，家庭不好。小时候过的苦日子还留在心里。秋菊阿嬷生命不想再留白，跳伞、滑雪、拍 MV， 样样都来。镜头前、镜头下，她要一口气笑个痛快。戏剧啊，要背台词背很多啊，我脑筋不太好。老人家穿上舞衣，摆出美美的 pose， 谁说只有年轻才是本钱？这没什么困难，也无乜嘅困难，也冇乜嘅困难，嘿，也冇乜嘅困难，要么嘛给困难，要么嘛给困难。